祁红正在垂钓，害怕水的祁红正在海边垂钓。是什么让祁红抵御住内心的恐惧，也要钓上来呢？是正在和谢斯拉搏斗的茉莉。最近，民族大陆多地出现了关于红色野人的神秘传说。我曾经在沙漠里看到过野人，风暴中不是很清楚，非常庞大，好像随时都能发起攻击，我很害怕呀！我也见到过，那是在极北之地，也是非常可怕，是红色的。还好我跑得快。是在深山里见到他的，突然他就向我冲了过来，我敢确定那绝不是鸣哨，要不是我滚下山坡，我绝对要抓住他，然后解剖。经过6大世家联合搜捕，共同解救出了迷路1个月的武先生。